主后2023年9月1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伫礼拜中敬畏上帝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《传道书》第5章第1节到第7节。你若去上帝殿，骹步着谨慎，进前来听，比戆人献祭较好，因为因简单会晓做歹。伫上帝面前，你毋通随便讲话，嘛毋通急要讲，因为上帝伫天，你伫地，所以你的话着少。代志多到面茫，教话会显出愚妄。你对上帝下愿，着紧谢愿，因为伊无爱愚妄的人，你下的愿着谢。下愿无谢，宁可无下。毋通因为你的话抵到家己犯罪，嘛毋通伫上帝的使者面前讲所下的愿毋对。是安怎要互上帝因为你的话受气，破坏你的所做？迷茫多，话就多，无意义的事嘛多，只有着敬畏上帝。伫礼拜中敬畏上帝。2003年，真人的电视剧《通灵少女》是用台湾宫庙文化做背景的故事，描述有一位少女因为有特殊的能力，高中的时就开始担任庙宇的仙姑，替人指点迷津。就伫我缀咧追剧，想要了解宫庙文化的时，无意间看到一个深度报道的谈话性节目，拄咧访谈几种假设原型的人物，因为所探讨的宗教现象真吸引我，就继续甲看落去。其中受访的仙姑讲一个故事。有一位董事长来参拜，问师讲：请教仙姑，我暗时得困，枕头爱往倒一个方位比较好？一时间，伊忽然硬气，感触真深。这位董事长来找伊以前，已经是一位非常认真打拼、真有能力、事业有一番成就的人。不过，伊却摕暗时得困，枕头着囥倒一个方位这款的小事来问事。伊感慨讲：相信我有能力的人，究竟是因为我的指点迷津，替因办事、解决困难，就拥有更较坚强的性命，还是因为安尼削弱因的力量呢？迄一暗，我倒伫眠床顶无法度困去，不断在想，来找我为因代祷的兄弟，是因为我的祈祷受到激励，就会当坚强面对生命的变迁、困境、病痛死无？还是掠做有牧师的代祷，就会当得到上主大能的保护，却反转削弱因生命的韧性？只想要借着祈祷逃避现实。毋愿意勇敢接受，也是正视人世间残酷的现况。人因为虔诚的宗教信仰，来到宗教圣所，照着神圣的礼仪敬拜神明，目的究竟是甚物？传道书第5章1节到7节，传道者分享伊的智慧，认为人面对上主的时，袂当简单为着贸然追求自身的想望，无经过思考、急速发言。人伫下愿甲行愿之间，总想要借着献祭，甲上主交换彼此的承认，甲归属关系，以灵验的果效证明上主的大能。毋过，
宪制无应该是下元甲行元之间吵闹袂煞的牛卖化价。当人进入伫神圣宗教殿堂参与礼拜时，大圣爱谨慎小心，安静学习分辨是非。其次，对上帝爱敬畏。虽上，这两者是一致的。对上主心存畏敬，才可能谨慎小心、安静学习。愿意借着信仰聆听上主的声音，也才会当对安静中学习分辨是非，真正敬畏上帝。信仰毋是我不足，需要用相信上主大能的心去许愿，搁期待用信心的献祭换得我的心愿实现。相信是因为我不足，需要承认家己是有限的人，愿意用谨慎的心安静学习，伫礼拜中敬畏上帝，会当互家己感受到伊疼我，伊的疼超越我的欠缺所带来的忧愁。伫本周的主日礼拜中，我深受对牧者的讲道中聆听到信息，受到感动。如果会使，试甲迄段信息写落来。伫本周的主日礼拜中，我是毋是有对牧者的讲道中聆听到信息，搁受到感动？如果会使，试甲迄段信息写落来。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无别个神会通甲你相比，也无别个神会当有你的作为，因为安尼，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道路，我要顺服你的真理，求你教示我安怎敬畏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